耳根經 The Book of Easy to Follow 第3集耳根經拼音法。拼音中文都有叫做羅馬拼音，大家嘅原理都好相似，只係字母嘅發音唔同。用拼音方法學英文呢，亦都唔係一件新鮮嘅事。好多學校都開設咗 Phonics 班，即係拼音班。不過咧，主要係為小孩而設，而學習方法咧就集中教導點樣去正確發音，抽離咗溝通上面嘅實際應用，可能唔太適合成年人，因為佢哋都係講求學習要實用，希望能夠活學活用。耳根經拼音法係比較天然直觀嘅，直接從日常生活裏遇到嘅常見嘅英文字，學習大多數嘅英文音節嘅讀音，再將呢啲讀音咧應用喺不同嘅英文字裏邊，加上成年人有更強嘅推理能力同埋經驗，好容易就能夠掌握到拼音嘅技巧㗎喇。舉例嚟說，電話係我哋日常生活上嘅必須嘅物品，佢嘅英文叫做 phone 或者 mobile phone。多數人都會見過呢個字，同埋知道呢個字點樣讀。然而，同 phone 串法相似嘅英文字咧，其實有好多，包括 bone bone、cone、home、alone、Jones、tone、drone、stone、clone、throne 呢啲字等等。佢哋嘅讀音咧都可以從 phone 裏邊推斷出嚟嘅，因為佢哋共同擁有一個共用嘅讀音就係 one own。呢個 own 咧就成為呢組字嘅讀同埋寫嘅骨幹。我哋可以從呢個 one 咧就可以推斷到嘅讀音，亦都可以從 own 呢個音咧，譬如 drone 咁就知道係有 one 部分，前面只係加 dr drone。譬如 bone 咧就加咗前面嗰個 b 就得啦。有啲人可能會有啲異議，因為咧佢哋知道 one 係讀君嘅，一般係一嘅意思，佢哋係冇講錯嘅。例如 done、done done 同埋 none none 咧，都係以呢個 one 作為發音基礎而拼音而成嘅。其實 one 仲有一個音就係 gone 裏邊嘅 gone，one 係讀 on 音嘅。英文字同音同字異音嘅情況咧，其實只會少量出現。呢啲咧就反映到英文字嘅複雜性同埋獨特性，但係咧唔會嚴重干擾我哋嘅學習，因為只係增加咗一啲複雜性。如果我們第一次讀錯咗，我哋好容易就會作第二個選擇嚟改正，咁樣咧問題就好容易解決，就唔會使到我哋手忙腳亂。咁有啲人問，其實呢啲咁嘅音節 syllable 嘅讀音會唔會變㗎？我嘅答案就係多數都係唔會。音節嘅讀音係十分之穩定嘅，90%嘅情況咧係唔會變嘅。咁亦都有人會問，點解會咁㗎？點會有呢種情況出現㗎？其實呢種情況出現咧，就喺好多拼音嘅理論裏邊。不過咧，佢哋都會用好多複雜嘅規律嚟解釋嚟完善。但係佢哋同時咧，亦都令到佢哋嘅拼音方法咧變得好難學、好複雜。耳根經就選擇保持簡單，能夠覆蓋到90%以上嘅英文字咧，其實大家都好夠用噶啦。其餘嘅部分，我哋可以通過邊學邊用嚟再優化。好啦，我哋講咗咁多拼音咧，個重點都喺音節上邊。咁我哋平時見到係英文字，唔係見到音節嘅。咁我哋點樣可以找到英文字嘅音節咧？咁有幾個部分嘅。第一步最簡單嘅就係先喺字裏邊找出字所包含嘅響音，即係 A、E、I、O、U。每個響音咧應該都係一個音節噶啦，但係有時會發現一啲相連嘅響音。咁有兩個可能，佢哋可能係兩個連續嘅音，或者咧兩個響音組合為一組，做一個組合發音。出現嘅機會咧係五成啦，我可以講。好啦，揾到響音之後，我哋就會將呢個響音同佢之前一個子音字母合埋一齊，
同埋成為同一個音節，但係有啲響音前面咧係冇子音字母出現咧，咁佢就會單獨成為一個音節嘅頭一部分啦。做完咗第一、第二步之後咧，如果仲有啲子音字母剩下咧，佢哋就會歸屬於呢個前邊嘅音節，成為佢前面嘅音節一部分。好啦，咁其實咧，跟住咧，我哋有第四點要留意嘅咧，就係有啲音節係固定嘅，直接咧一見到就係一個音節㗎，唔需要考慮其他嘢嘅。譬如見到 tion、sion、cion 咁咧，都係讀唇音嘅。見到 tle、sle、ble、ple 咧，都係讀圖啊、數啊、蒲啊、步啊、蒲啊之類。咁咧呢個就唔係全部嘅固定音節都寫晒嚟，即係列咗兩個最常見嘅例啫。好啦，第五點要留意嘅咧，就係當字尾出現一個 e，雖然 e 本身都係響音，但係由於佢出現喺字尾嘅時候咧，佢經常咧只係前面嘅音節嗰個組成部分，唔成為一個獨立嘅音節嘅。佢哋好多時會有，譬如 ve 其實等於一個 f 音嘅啫，sec 咧其實等於一個 s 音，re 咧其實等於一個 r 音。咁亦都係點解出現咧？其實都係由於佢個從咁英文發展咗咁耐嘅變化而成嘅。咁另一個情況 e 出現而唔係成為一個音節咧，就係一個 magic e 啦。magic e 係咩意思咧？magic e 咧就係喺一個音節嘅最後加上去嘅，加上音節嘅最尾部分，加咗呢個 magic e 之後咧，個響音節裏邊響音咧就要以原音發音，即係 a 要讀 a，e 要讀 e，o 要讀 o，I 要讀 I，U 要讀 U。OK，好啦，我諗咁樣講咧，有啲同學咧，可能都未必能夠完全掌握嘅。我哋或者睇一啲例子啦。好啦，我哋先睇下四個例子。第一個就係 English，第二個係 supermarket，第三個係 internet，第四個係 computer。咁我哋做第一部分咧，當然就係先將佢嘅響音找出嚟啦。好啦，咁我哋將嗰啲響音找晒出嚟啦，就有咁啊，就見到咁多個音，咁好明顯呢度咧，我哋應該有兩個音節，而呢度咧會有四個音節、三個音節、三個音節。咁下一步咧，我哋就會將佢同埋響音之前嘅一個子音連起上嚟。其實咧已經睇得到每一個音節嘅嗰啲界限喺邊度噶啦，我哋睇下。好啦，咁咧我哋其實已經基本上睇到啲音節噶啦。咁仲有一啲正話未歸類嘅字咧，就會喺第三步將佢同前邊再連埋，咁樣咧就成為一個一個字裏邊嘅音節啦。咁譬如呢度有 English，加埋一隻 English，呢度有 supermarket，成個字係 supermarket，呢個就 internet 就變咗 internet，computer。OK，咁咧當然啦，我哋而家識拼音嘅知識唔算太多，但係咁樣呢個就係一個方法，就揾到音節出嚟噶啦。我哋再睇下第四個，第四個咧就係一啲常見嘅一啲咁嘅固定音節，譬如呢度有啦，呢度有 position 有呢個固定音節，mission 亦都有固定音節，suspicion 亦都有音節，apple、table、middle 都係有啲固定音節嘅。咁我哋將找音節嘅時候咧，第一就會將呢啲固定音節部分咧，可以先分咗出嚟先。OK，將佢分出嚟，呢啲都係一個音㗎，本身係順、步、道。咁呢度前面咧，再按照平時嘅找音節嘅方法，將佢哋變成一個找出佢哋嘅音節，咁就變成咁樣啦。咁呢度變咗 position、mission、suspicion、apple、table、middle。OK，咁咧我哋就用呢啲方法咧，就可以找到一個字嘅音節噶啦。好啦，我哋再睇下第五行。咁咧呢度有出現咗啲 E 喺尾，但係楞埋咗個，譬如 V 啊、C 啊、R 啊，就單呢個 E，咁呢個 magic E 嚟嘅。咁咧呢個咧就唔會獨立成為音節嘅。咁我哋要照平時咁樣咧，就找翻個響音。譬如第一個 give， 第二個
HA，A 係 R 音，下 R half，EN 係 N，發 N，fan 就唔會多一個音嘅。呢個 A 係 R 音，卡 A 音，sorry，A 係 A 音，卡 A care。呢個 R 到 R，RE 到 R 音 care。呢個 I 讀翻 I，因為有個 magic E 喺度。呢個 I 要讀 I，嗱 I like。咁樣咧，我哋就可以將一啲字嘅音節找出嚟，同埋將個音讀出嚟。咁咧就呢度咧第五行咧就好多依尾嘅字咧就唔會額外再加多一個音節嘅。好啦，咁我呢集咧就介紹咗俾大家一啲拼音同埋找音節嘅方法。跟住我哋咧就會再教大家點樣去將啲音發出嚟嘅，都係好簡單。我哋按照平時見到嘅生詞，先學咗個生詞讀音，再將佢嘅生詞本身包含嘅音節嘅音掌握咗，應用喺其他字上邊，就係我哋可以用拼音方法將好多不同嘅生字找出佢嘅讀音串法噶啦。好啦，我哋下集見。